讲俗语水，俗语俗语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人若水种匏仔生菜瓜。意思是人若真正运气伫歹时，连所种的农作物拢会甲你作对。其实匏仔甲菜瓜，无论外形还是营养价值，拢无共款。台中种匏仔比赛冠军有122台斤，苗栗有一位农友叫徐聪豪，伊种出来的匏仔需要过来大人才摸会叮当。啊，讲到菜瓜，分林的农友所种的菜瓜有127公分长，真正是罕见的大菜瓜。啊，中医认为讲，这个匏仔会使解毒、降低血糖，啊，菜瓜呢会使清热利肠。两种瓜外形价值无共款，啊，种匏仔是安怎会生出菜瓜？当然是比论人的运气有够歹。啊，真正来种匏仔生菜瓜，这都毋是运气歹啊，迄是发生奇迹，要出运啊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：人若衰，种匏仔生菜瓜。